为着要改善空气污染环境部搁再修法，要来针对 PM2.5搁有臭氧的违规排放，要加重处罚。嘛拍算要加重处罚伫4月份甲5月份违规的行为。为着要落实二期方案空品改善的目标，达到全国臭氧8点钟红色警示占比数比108年改善8成，佮 PM2.5浓度达到达立方公尺13微克。环境部拍算修法，针对 PM2.5佮有臭氧前驱物的违规排放加重处罚。另外，除了伫空污季节，嘛就是第1甲第4季违规来加重处罚。即马嘛纳去搁较侪月份，就是把4月、5月的这个部分，我们把它纳入进来。环境部举例，针对工商场过去4、5月排放超标，罚15到150万；修法了后，有可能会当提悬到30到300万。会在环境部举行线上的研商会，针对修法裁罚，高雄市环保局希望卖采取返回制是更加明确化。不然这样子的话，就是后续在行政上的一个执行上。在开单就会越来越困难，实际上真的是不可行哦，因为其实每个个案它有很多的一个情形，我们也很难把所有的个案把它的样态逐一罗列哦。这个修法的重点，还有包括业者无排放许可来运作，或者是牵涉到争执重大，并定无适用减轻的规定，加重会当罚到上限2000万，还有设备元件漏下的裁罚比例会更较幼。另外，使用无符合成分标准的燃料，以早是无处罚，修法了后查到会直接开罚单。记者林润平组台北报道。